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103页呢，就是最后一行，就是宝鬘论云之后呢，又云：唯除于假名，若云有云无，世间名有此。那就提到呢，就是世间所有的一切呢，那除了就是为名言所安立，就是为分别心所安立之外呢，并没有真实存在的任何一份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就像是以我们现前呢所显现的这些法呢，它全部呢也都是为分别心为名言所安立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存在的方式。所以讲到呢，世间所有的诸法呢，就是除了假名安立，就是为分别心所安立之外呢，若云有云无，无论说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法或是不存在的法呢，它全部呢都是唯有假名安立之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安立方式。那世间呢宁有此，就讲到呢，世间存在的方式呢，就是仅仅只有名言安立之外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然后呢，所以接下来宗喀巴大师就解释到呢，此说于圣义中，名义都无，除名言中唯有名言真上安立，都无所有。就讲到说呢，在圣义里面呢，就是讲到说一切法呢，它既然都是为名言所安立，为分别心所安立的，那为名所安立这一法呢，它是否呢是地实成立的，或者说它是否是圣义成立的，或者说它是否是真实成立、自相成立的呢？那同样的呢，在圣义当中呢，它是连名言安立都不存在，因为圣义中是无有任何一法的，所以任何一法它都不可能在圣义中成立，所以即使是为名言所安立这一法呢，它也是不会在圣义中存在的。所以呢，在前一句呢讲说，在生意中呢，名义都无，就是说在生意里面呢，无论说我们讲来说是生意存在也好，或者说是自性存在也好呢，那只要是在生意成立，或者说在自性成立的时候呢，那无论是我们讲生意存在，或者说自性成立的时候呢，那无论说我们在安立能做所做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安立因果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安立业果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安立名相性相也好，所安立的这些呢，它都无法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它都是没有办法在地识之中呢去安立的。所以呢，讲到说在圣义当中呢，名呢也都是不存在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在名言之中呢，唯有名言真上安立，都无所有。那就讲到说呢，在名言呢，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们透由名言去安立的时候呢，由名言之力去安立的时候呢，那在名言当中呢，它是能够安立所有的，像是因果也好、业果也好、性相、名相也好，乃至于说能做所做也好呢，这些都是在名言中安立的。除了名言安立之外呢，在生意之中呢，是都无所有的。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讲到说呢，就是在生意中呢，名言等等呢，也是都无法去安立的。那在名言中呢，就是透由名言力量去安立的时候呢，圣意所安立的这些一切法呢，都是无所有的。所以得到的结论呢，就是提到说，一切法呢，故为是假名。故为是假名的意思呢，就讲说一切法呢，都是为名言所安立。那这一段话主要在成立什么呢？就是在佛教的四部宗义里面呢，承许就是为名言所安立的呢，就只有中观宗而已。那我们知道说，在中观宗里面呢，又分为秩序派以及应成派两者。那无论是秩序派或是应成派呢，他们同样呢都是承许说一切法呢都是唯有假名安立。那不过说对于秩序派来讲呢，秩序派是否承许诸法都是为假名所安立呢？虽然说就是各派的祖师呢，在承许的时候就是稍有不同。不过以宗喀巴大师至宗来看的话呢，宗喀巴大师是承许说呢，秩序派呢，他也是承许呢，诸法就是为名言所安立。那既然说秩序派还有应成派呢，都承许为名言所安立的时候，但是他们两者所成立的又不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为名言所安立的为字呢，就是了解到两者呢，对于所破的安立呢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在所破在安立之上有所不同，或者说它为字呢所遮除的是不同的缘故，因为为字所遮除不同的缘故，所以造成了应成派以及秩序派呢，他们在安立所破的时候呢有所不同，就是有所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到了一切法呢为是假名之后，那接下来又讲到说，若善了知以上诸义，就是对于上述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呢，我们能够清楚了解的话呢，则善能
则能善解一切法，皆是依缘安立，依缘假设，依缘而生，皆无自性。那这个边呢，就讲到说，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诸法呢都是为名言所安立的时候呢，那就了解到说诸法呢，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原因，它为什么是无自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一切法呢，它都是因为依缘安立的缘故呢，所以皆无自性；一切法呢都是依缘假设的缘故呢，所以皆无自性；一切法呢都是依缘而生的缘故呢，所以皆无自性。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诸法呢皆是依缘安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一切法呢，它都是观待的支分以及因缘呢去安立的缘故。因为你透由支分以及因缘去安立的缘故呢，你就不会是自性成立的。因为呢，如果你自性成立的话呢，你就不需要观待支分，也不需要观待因缘。那因为呢，它是观待支分、观待因缘的缘故呢，所以呢，它的自性呢是不成立的，所以呢，皆无自性。那同样呢，依缘假设，诸法呢都是依缘去假设的缘故，都是靠着这些缘起呢去安立的缘故呢，它如果不用透由缘起去安立的话，不用去透由缘起安立的话呢，那就可以承许呢它是自性成立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依靠缘起的缘故呢，所以诸法呢皆是无自性。那依缘而生呢，依缘而生最主要是讲到说就是有为法的部分，就是无常的法类。因为无常的法类呢，它是要观待的因或者是缘而生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无有自性的。如果它不需要观待的因和缘而生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它是自性成立的。所以透由上述呢，依缘安立、依缘假设、依缘而生呢，这三个是理由。透由这三个理由成立什么呢？成立呢诸法皆是无自性。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皆无不由他名真上安立之自在体。就讲到说呢，就是除了我们在讲到说透由名言去安立的时候呢，或者说唯心去安立的时候呢，那透由心去安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如果是以分别心来说的话呢，那它就是所安立的这个心呢，它就是要在单着际上呢无有错乱。那如果安立的这个心呢是现前的话呢，那就是要在显现境之上呢无有错乱。那透由这种无错乱的心事呢去安立之外呢，那除此之外呢，没有不是透由这两种方式呢，就是没有透由不是唯心去安立的。那如果因为都是由心去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诸法呢它皆是无自性的。它这句的意思呢，就是比方说诸法呢它都是无自性，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诸法呢它是无有自性的。那同样的呢，我们也可以把上述讲的理由呢，同样也是把它拿下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说诸法都无自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诸法依缘安立的缘故，所以无自性；因为依缘假设的缘故，所以无自性；因缘而生的缘故呢，所以无自性。同样呢，诸法也是因为依缘安立、依缘假设、依缘而生的缘故呢，所以呢都是由他名真上安立而有，就是全部都是靠着名言安立而有，或者说由心安立而有之外呢，没有其他就是自性成立的方式。那所以最后呢，就讲到说呢，随立合法，就是任何一法呢，皆是不寻彼假意而安立者，就是所有的诸法呢，我们在安立它的时候呢，都是不是透由去寻找它的假意力呢，然后去安立的，就是全部都是为名所安立的。就讲说，我们讲到说瓶子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装水，瓶装水的作用也好，或者说我们讲因生果，透由因呢产生果报，或者说呢我们苗芽种下去之后呢，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它会产生苗芽。或者说呢，造善业呢会感乐果，造恶业呢会感苦果。这些所有的作用呢，全部呢都是不寻找假意力，不寻找假意呢而去安立的。为什么讲到说都是不寻找假意而去安立的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就比方说我是在自性成立之上呢去寻找。如果说我在自性成立之上去寻找，如果找得到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诸法呢它是自性成立的。但是就是因为说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去找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能去观察生意的这个理事量去找寻之后呢，你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存在的。所以去寻找之后，你是找不到它的假利益的，是无法找得到假意的。所以呢，皆是不寻彼假意而安立者，就是我们都是透由名言，它具备这样的作用呢，就是因为名言所安立的缘故。但是如果你要去找它实际上是怎么样存在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去寻找它的假
假意的时候呢，是无法找得到的。因为如果你能够找到它的假立意的时候呢，就表示你能够找到自性成立这一点。所以呢，最后一段呢，他所讲述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了解到说，若善了之，以上诸义，就是了解到说呢，诸法呢，它都是唯有假立，唯有假名安立，就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一点呢，我们能够了释的话呢，那就了解说，能够了解说，一切诸法呢，它都是因为依缘安立的缘故，依缘假设的缘故，依缘而生的缘故呢，所以诸法呢都是无自性的，也因为诸法呢。没有不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因为如果由分别心，非由分别心所安立呢，自性存在的这一点呢是不存在的。所以了解到诸法呢，皆是由分别心所安立。那同样的呢，也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一切的诸法呢，它皆是不寻彼假意，都是没有办法去寻找它的假利益呢而去安立的，所以都是皆是不寻彼假意而安立者。所以能够了解为名言所安立的话呢，就能够了解以下诸项。上述的这个科判呢，就是我们就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下一个科判，那就讲到说呢，就是丑恶呢，明执彼为品之实质。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实质的部分。那明执彼为品，那明执彼呢就是指出就是我们透由分别心所安立，透由分别心所安立的相违的是什么呢？就讲到说是实质，就讲到说我执的部分。所以呢，如果诸法呢，并不是像我们了解到说由分别心所安立，然后呢是由我执所安立的话呢，那我执它所执持的这个所破呢，到底是什么？所以这边讲到说，明执彼为品，就是讲到说呢，透由名言所安立的这个相违呢，它所相违的呢，就是实质。那在了解这个时候就知道说，那如果实质他去执持诸法的时候呢，他所执持的所破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状？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明执彼为品之实质的时候呢，那和它同一层的科判呢，就讲到说呢，诸法呢都是为名言所安立的方式。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先了解到说呢，诸法是为名言所安立呢，那这个为字呢，为名言所安立的为字呢，如果说我们不晓得这个为字它所要遮止的是哪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为什么诸法是为名言所安立和诸法呢，就是执持诸法是自性成立的实质呢，为什么这两者呢会是正相违的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如实的了解。所以它同一层的科判可以了解到说，一个呢讲到说诸法呢是为名言所安立，然后这边呢就讲到说明执彼为品，就讲到说诸法是名言安立的相违品是什么呢？就是实质。所以为名所安立的这个为字呢，我们要很清楚了解到它所遮止的呢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就是上述我们所讲述的科判是明由分别真上安立之理。那明由分别真上安立之理讲完之后呢，就讲到说诸法都是唯由分别心呢所安立的。那了解了诸法是由分别心所安立之后呢，就讲到说，那我们了解到了明执彼呢，指的就是说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一点。我们在了解了分别心所安立之后呢，那对于说它的相违品呢，和它相违的这个实质呢，我执呢是怎么样子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说，这两者呢，它为什么是相违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那最主要就是说，在执持上面的时候呢，一个呢是执持诸法都是自相成立的，那一个呢是执持诸法呢自相不成立的。所以从这边呢，唯由分别真上安立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清楚了解到诸法都是由分别真上安立的时候，那对于和它相违的实质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这边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想请问仁波切，就是诸法皆由分别心所安立的时候呢，是否只从就是境的角度来判断？为何要分呢？就是无分别知是由显现境不错乱，那分别知呢是由单着境不错乱呢去做判断。那这里呢，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呢，是我们在讲到说诸法呢为心所安立的时候呢，那能安立的这个心呢，它本身呢就是要一个无欺狂，它是要一个无欺狂、无错乱，它是要是一个正确的了知。它如果本身呢是一个错误的了知的话呢，那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安立它的境的。就比如说我们讲到
绳上蛇的这个见到把绳子直为蛇的这个了知，把绳子直为蛇的这个了知呢，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了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神它并非是蛇，所以这种了知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了知。那你在错误的了知之上呢，你要去寻找说什么是正确或是错误的时候呢，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是错乱的，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无法真实的了知到尽，所以才讲到说我们在了知尽的这个有尽呢，它是要是一个无错乱，它是要是一个正确的了知。那我们再了解说，那所有的了知里面呢，又可以分为就是在能安立的心里面，又可以分为分别心和无分别心这两者。所以呢，能安立的心呢，在分别心呢，它不错乱是在哪里不错乱呢？就是要对于它的单着性呢不错乱。同样的，能安立的心，它如果是无分别心的话呢，那就要在显现境上呢无所错乱。所以就是透由这两个理由呢，才讲到说透由唯心所安立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到说要从就是分别知的话呢，是单着境无错乱；那无分别知的话呢，是要显现境不错乱的理由呢，就是在这里。举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呢，就是学生呢，他为了获得文凭呢，就是他想要得到好的工作，或者说呢，他有没有好的学识呢？最主要就是说他的文凭。那他的文凭该如何拿到呢？就是要透由考试呢才有办法拿到。所以考试的学生呢，他为什么会想要拿到文凭呢？因为他相信说拿到文凭之后呢，那社会上的人会觉得说，哦，他因为有这个文凭的话呢，就表示说他具有某种程度的能力，所以呢，他对这个文凭呢是有信心的。所以，那他要如何获得这个文凭呢？他获得这个文凭一定是透由考试的制度呢，然后去获得这个文凭。那既然讲到这个考试制度的时候呢，那这个考试制度它最主要呢，就是要从考官来看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学生呢，或者说这一批学生呢，他是由这个考官呢，就是从这个出题的人呢，然后在这边考试之后呢，拿到文凭。那本身监考的这个人，或者说考官呢，他本身是一个就是非常正直、很有公信力的人的时候呢，那他拿到这张文凭的时候，考生拿到这张文凭的时候呢，那大家自然会对于他拿到的文凭有信心，然后相信到说，哦，拿到这张文凭的这些学生呢，都是有不错的能力。那如果说这个考官呢，他本身就是很有一些争议的话，本身就没有那么的正直、那么的公正，那从他手上拿到文凭的这些学生呢，那别人就会升起一个怀疑，想说，那你拿到这个文凭呢，到底是透由你真实的实力拿到的呢，还是你是走后门的方式拿到的呢？大家就会有所怀疑。所以就是说，我们拿到这张文凭呢，它是否是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学生具备这样子的价值呢？就和你对于说监考的这个对象，或者说考官，就是看你对这个考官你能不能够信任他。你能够信任他的时候呢，那自然学生拿到这张文凭的时候呢，其他人都会给予信任。所以就如同这个道理呢，我们讲到说唯心所安立的时候呢，这个心呢，它本身一定要是一个无有错乱、不欺狂的心。唯有这样子的心呢，他去安立的时候呢，才能够了解说他所安立的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心本身呢，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了知的时候，他去安立出来的东西呢，我们自然而然就无法去信任。因为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就是我们在了解说诸法呢都是为分别心所安立，都是为名言所安立这一点之后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每天呢就是一定偶尔呢会遇到不开心的日子，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能够过得快乐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痛苦，都想要获得安乐。所以当我了解到呢诸法呢都是为心所安立，或是诸法都是为分别心或是为名言所安立这一点之后呢，它如何帮助我呢能够去除痛苦，以及我在了解说诸法呢都是为分别心所安立，都是为名言所安立的时候呢，它如何能够帮助我获得快乐呢？我们就要先了解到呢，就是我们的乐呢，因为乐受的缘故呢，我们会由此而生贪。那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呢，会由此而生嗔。那我们就要了解到说，我们的贪还有嗔呢，它是怎么样升起的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我感受到乐受的时候呢，我为什么会升起贪呢？因为呢，能够让我感受到乐的这个境呢，能够让我升起乐的这个对境呢，它一定是一个乐意境。虽然说它本身是一个乐意境呢，但是这个乐意境呢，我会超过于它本身好的这个程度，就是我在非理作意之上呢，我会去争议它，
我会去争议它的好。那由争议它的好的缘故呢，所以我产生更强大的贪心。那同样的呢，让我产生苦的这个对象，会让我感受痛苦呢，而升起嗔的这个对象呢，一定是一个不悦意境。然后在这个不悦意境上呢，同样的透由我的非理作意呢，然后去争议它，把它的不悦意呢更为的放大，放得更强的缘故呢，所以由此而产生嗔心。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说，我们对于贪境和嗔境呢，最主要呢都是由我们的分别境，是透过我们的我们的非理作意呢，然后去争议的。那我们先不用去想说经论里面呢是如何做诠释的，就以我们一般的感受来说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升起乐受；那感到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升起苦受。那我们就是先不要管说经论里面是如何来诠释这些，就以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我们什么时候会升起乐受呢？我们升起乐受的时候呢，就是我获得了我所要希求的东西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就感到快乐。那我对于我所求的呢得不到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呢就会感到痛苦。这就是我们最直接呢对于苦乐的这种感受。我们在讲述到说呢，我们所获得、我们所希求的呢，得到我们所希求的呢，这个呢就会产生安乐，产生快乐。那如何说得到我们所希求的呢？我们所希求的呢，就是我自己呢觉得说是悦意的东西。那透由我们的分别，我们的非理作意呢，然后呢去安利它或去争议它呢，然后我得到这种我所希求的东西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呢就感到快乐。那同样的，我们在讲说到苦的时候呢，就是得到了呢我所不希求的这些不希求的东西。那我所不希求的呢，自然而然就是我透由我的非理作意呢，然后去安利，或者说我的非理作意呢，去争议的这些不悦意的东西。那获得这种不悦意的东西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呢就感到痛苦。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要说，就是透由我们的非理作意呢，然后去争议的缘故呢，然后而感到获得我们所希求的时候呢，就由此而升起了乐受。那获得我们所不想要的呢，自然而然呢就升起了苦受。那所以我们在感受升起乐受或苦受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透由我们的分别心呢去争议的。那分别心去如何去争议的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东西是悦意境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说这个悦意境呢，我们在感受到这种欢乐的时候，获得到这种悦意境的时候呢，或者说你感得悦意的这个悦意境的时候呢，我们在支持它的时候呢，一定是支持说这种安乐呢，或者说这种悦意的境呢，它是境上本身呢就存在这个悦意的体性，或是境的体性呢，它本身呢就是悦意的。你并不会想要说，我现在觉得说这个是悦意境呢，是透由我的分别心呢去安利的。我们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享用这个悦意境的时候呢，我这样就是这个境呢是非常的真实，这个境它本身呢就是具备这样子的体性，这种安乐的体性。所以透由这个缘故呢，我们的非理作意呢就是这样子去争议这个悦意境的。同样的呢，反过来说呢，当我们在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非理作意呢去争议这个不悦意境。那在见到这个不悦意境的时候呢，我们在见到这个不悦意境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会内心就觉得说它本身就是不悦意境的，这个境的体性它本身就是不悦意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不悦意的一个体性的境。那我们并不会想到说这种不悦意呢是这种我所不喜欢的不悦意呢，是由我的分别心呢去安利的。我们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很直接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才让我产生了痛苦，或者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让我感受到了快乐。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就是我对于我所希求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并没有办法了解说，这个呢是透由呢，它并不是在境上本身就具备这个悦意相，而是由我的心去安利的。同样的呢，当我在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说，对于这个不悦意境呢，我并不会觉得说这个不悦意是境上，并非是境上它本身而有。我们一定是指使就是因为这个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缘故，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说这个境呢，它是因为透由我们的分别心呢去安利的，就是因为我无法了解到说呢，这个不悦意境呢，它并非
境上而有，是由我们的心所安立的缘故。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这样去安立的缘故呢，所以当看到不愿意境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靠近我？为什么这个东西还是会发生？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因此而产生了嗔。同样呢，对于业意境也是一样，我会觉得说，这种业意的景象是境上本身就存在的，你绝对不会觉得说它是我们的心去安立的。那就因为只是它境上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由此而产生了贪。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就是因为我们会支持到说，诸法呢，它都是非由境上所安立，它是由心所。非由境上成立，是由心所安立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去了知到这一点的缘故，所以在遇到愿意境和不愿意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而生起了烦恼。那只要烦恼一产生的时候呢，自然而苦就跟随着来。所以才想要说，为什么呢？我们要观修空性。那我们知道说，观修空性呢，是为了对治烦恼。那为什么观修空性呢？它能够对治烦恼呢？它是如何来对治烦恼的呢？那就如同前面所讲到的，我们所升起贪心的愿意境，让我们升起嗔心的不愿意境呢？我们对于愿意境呢，就是因为我们会去支持说呢，它是境上那一方而有之，它是境上成立的。然后透由这种你觉得说它是境上成立的缘故呢，它是境上实有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坚固的支持。那由于这种坚固支持这个境上实有的这种缘故呢，我们会由此而生起贪心。那同样的呢，反过来说呢，我们对于嗔心呢所升起的这个不愿意，因为不愿意境呢所产生的这个嗔心呢，那对于这个不愿意境呢，我们也会产生一种坚固的支持，觉得它境上本身呢就是不愿意境的，因为有这种坚固支持的缘故呢，所以由此而产生的嗔。那观修空性呢，空性最主要就了解到诸法呢，它并不是在境上那一分呢真实成立的。你要了解到说，诸法并不是在它境上那境之上呢，就是自性真实成立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对它这种坚固支持的心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减弱。你坚固支持它是境上成立的这种能力呢，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弱。那你对于这种愿意境以及不愿意境这种坚固支持的能力开始减弱的时候呢，那由此而升起的贪和嗔呢，它自然而然呢就开始减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空性能够对治烦恼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往往会觉得说，空性这个法门呢是非常珍贵的。那空性法门珍贵呢，是因为世尊所说的呢，那这个呢，并不是空性它珍贵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要了解到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去修持空性呢？并不是仅仅的说，因为世尊说空性很珍贵，所以我要去观修空性，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呢，我们了解到说呢，真正能够正对治烦恼的呢，就是唯有空性，证得空性的智慧。唯一能够真正正对治烦恼的呢，就只有证得空性的智慧。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心绪里面各式各样的烦恼呢，这些烦恼会升起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烦恼的根本呢，就是因为我执的缘故。那我们要如何来对治我执？因为我执能够对治之后呢，自然而然因为我执而生的各种烦恼，它就能够尽除。那我执该如何的对治呢？能够正对治我执的呢，就是唯有证得空性的智慧，或是唯有证得无我的智慧。那是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唯有空性证得空性的智慧，还有证得无我的智慧呢，它能够正对于我执的缘故，所以我们才要去观修空性。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世尊呢才会讲出空性，才会说呢，空性呢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法门。是透由这个原因呢，所以我才要去修习空性的，而不是在于说呢，世尊讲的佛法呢非常的珍贵，而且呢讲说者是世尊的缘故呢，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去修习空性，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就如同呢，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常会去念诵心经。那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心经呢，它是非常珍贵的。那我对于心经呢，我会升起信心。那为什么说我们对于心经呢，会升起信心呢？会觉得说，心经它是非常珍贵的一部经典呢？那最主要呢，是可以透有两个理由呢来做思维。那
一般呢，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心经珍贵的理由呢，就会觉得说因为呢心经呢是佛所说的。那我们知道说世尊呢，它本身就是非常的珍贵。世尊为什么珍贵呢？因为它断除了一切的烦恼，具备了一切的功德，它断除所有的过失，圆满一切功德呢，所以佛呢是非常珍贵的。那透由这个珍贵的佛陀呢所讲述出来的法门呢，它自然而然也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呢，由此呢，因为是珍贵的佛所说的法的缘故呢，所以我会觉得说心经非常的珍贵，所以由此而对心经呢而升起信心。那这是一种升起信心的方式。那另外一种升起信心的方式呢，就是除了了解到说呢，因为世尊本身是很珍贵的缘故呢，所以他所讲的法呢也是很珍贵的之外呢，那在这一点之上呢，我们还要多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说心经呢，它最主要的所权呢是空性的缘故，它最主要的所权呢是诸法究竟实相。那了解到空性，或者说就是了解到心经的所权空性，和了解到心经的所权是诸法实相呢，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了解到说，因为呢我心里面的烦恼呢，这些烦恼能够真正来对治这些烦恼的呢，唯有空性以及呢诸法的究竟实相呢，才能够对治这些烦恼。那因为心经呢，它是毫无颠倒呢，正确显示空性的一部论点的缘故，所以透由修习空性呢，透由修习心经呢，我的心绪能够升起证得空性的智慧。那升起证得空性的智慧之后呢，它能够对治我一天60里面呢所升起各式各样的烦恼。所以透由这个原因呢，我心里面呢会觉得说心经呢是真的非常的珍贵的，然后由此呢会对心经呢升起更强烈的信心。因为你知道说你学了这部论点之后，它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它是能够帮助你呢真正能够让你脱离痛苦，能够让你获得安乐的一个法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心经所升起的信心也好，或者说你觉得心经是珍贵的这个心呢，它都会变得更为的强烈。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我对于心经呢能够升起信心跟静心呢，除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说世尊呢，他本身呢是非常珍贵的缘故，所以他讲述的法呢也是非常的珍贵，然后由此呢而升起信心跟静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了解到心经它的所权呢是空性。那我了解到说心经的所权是空性的时候呢，那我了解到说透由学习心经呢，我的心绪能够升起证得空性的智慧。那由此智慧呢，它能够帮助我获得最究竟的安乐。然后透由这种对于经论的内容完全了知之后呢，然后你会发现说，那讲述这一部心经的佛陀呢，他本身呢是毫无错误的。因为呢他所讲述的内容是真正能够饶益到我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会对于世尊呢升起更为强烈的信心。所以就如同呢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呢，我们讲说我们如何对一个人升起信心呢？我能够对这个人升起信心呢，就表示说我知道这个人呢，他所讲的话语呢都是正直的，都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并不会偏袒谁的时候呢，那这个人所讲的话呢，我自然而然就会去相信他，而且我会对这个人呢升起信心，就是因为他所说的呢都是不欺狂而且正直的话语的缘故，我自然而然会对他升起信心。所以同样呢，我们在升起信心的时候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了解到说法的这个人他本身是珍贵的，因为说法的人珍贵的缘故，所以对于他所讲述的经论的内容呢，我自然而然呢对他所讲述的经论呢也升起了信心。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反过来，你透有了解到说这本经论它的珍贵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透由这本经论所讲述的内容呢，你了解到说这本经论呢所讲述的是完全没有错误的，那可见呢讲述这本经论的人呢，他一定是更殊胜的缘故，所以由此呢而对这个人你会产生更为强烈的信心。所以我们从对于一部经典的所权呢，透由所权了解到这个所权的内容呢是无误的时候呢，然后你会对于讲述这本经典的人呢所产生的信心以及信心呢会更为的坚固，而且这种信心所产生的信心以及信心呢，它也会是更殊胜的。所以呢，法身论师呢，在释量论里面呢，在陈量品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就是他是透有呢教法无过失的这一点，就是呢所权的教法，世尊所讲的教正法呢，本身没有过失的这个原因呢，由此来成立呢讲述
校正法的这个佛陀呢，他本身呢也是无过失的，他是透过这种方式呢来成立呢世尊是正量是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105页，就是第二个科判，明执彼为品之实执。那就想要说呢，一切唯由名言真上安立为有，就是透由上述的这个科判呢，我们了解到诸法呢都是为名言安立而有的时候呢，那就了解到呢，若执非如是有，就是你把诸法呢执持呢非名言安立而有。那如果你把诸法执持为非名言安立而有的话呢，那这种执着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就是所谓的执持实有，或者说呢执持胜义有，执持真有，执持自性有，执持自相有，然后执持自体而有的这种执着。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执实有、生义有、真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之具生执。那关于说具生执的解释呢，就是我们之后呢再做更详细的解释。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这里讲到说呢，一切呢，就是诸法呢，它是为名言呢安立而有。如果呢不是如是执持而有的话，就是说执持诸法呢，它非名言安立而有的话呢，那它就是所谓的呢执持实有、胜义有、真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那这种呢，就是在经论里面呢，我们现在所讲到这种执持的方式呢，无论说你是执持呢，它是实有。就是这里所讲的这6项，然后呢，加上上面所讲述的呢，就是非名言真上而有，非名言安立而有的呢，那这些呢，在我们的心去执持的时候呢，执持的方式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就才会把这些执持呢就全部放在一起，就是说讲到呢，一切呢，如果你执持一切法呢，它都不是名言安立而有的话呢，那就这种执持的方式呢，就是所谓的执持实有，然后一直到自体有的这种执持的方式。这边呢就讲述到说，为什么呢？我们在讲述到所谓的实执也好，或者说呢讲说执持实有、执持胜义有，或者说呢执持呢诸法非名言安立而有的这种执持方式呢，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些讲说他所执持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呢？执持方式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呢？他执持方式是一样，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说境的方式，他们所执持的境呢是一样的缘故，他们所执持境如果存在的话呢，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成立的缘故呢，所以才讲说所执持的方式呢是一样的。因为呢，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执持呢诸法呢，它是非分别心所安立而有的话，非分别心所安立而有的这一种成立的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是实有的成立的一个方式，所以才会讲到说呢，执持诸法呢非名言安立而有的话呢，不是透由名言安立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是实有的存在方式。同样的呢，非名言安立而有的这种存在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是胜义有的存在的方式。所以才会讲到说，如果呢若执非如是有，就是你如果执持呢一切法呢，它不是透由名言真上安立呢，非由名言安立，或者说我们讲说非由分别心所安立，非分别心所安立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呢，如果是存在的话，那你执持诸法它是非由分别心所安立的，你只要这样去做执持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是去执持到了所谓的实有、生义有，还有说真有，以及自性成立、自相成立、自方成立、自体成立等等呢，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境呢，所执持境呢都是一样的缘故呢，所以讲说它执持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一切呢，唯由名言真上安立为有，若执非如是有。如果执持呢，一切不是名言安立，然后而有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呢，那它就是呢，执持实有、生义有、真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那就先到这个地方。那具生执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等下呢再做解释。所以呢，就讲到说，所执持的呢，就是我们讲说，如果呢胜义存在的话呢，胜义存在，它如果存在就是胜义存在的量，它如果是存在的话，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成立的呢？实有如果它真实存在的话呢，它存在的方式呢，就是非名言安立而存在的方式。同样的呢，生义有、真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它如果是有的话，它如果是存在的话呢，它存在的方式呢，就是
非由名言安利呢而存在的这种方式，所以它所成立的这种方式呢，存在的方式呢是一样的缘故，所以对于对于这个境，对于这里面其中一个的执持呢是成立的话呢，那对于其他执持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释具生值。那我们知道说呢，就是可以呢分为具生值以及片剂值呢这两种。那什么叫做片剂值呢？片剂值呢就是暂时升起的，它因为某种因缘的缘故呢，然后能够短暂升起的这种呢叫做片剂值。那具生值呢就不是这种短暂升起的，而它是呢任运而生的，就是什么时候呢都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所谓的我执呢，它是从无始劫以来呢就是一直都存在的，它并不是说我遇到某个因缘的时候呢才会产生我执，那没有遇到哪些缘的时候呢，这个我执呢又不会产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具生我执呢，它是从以前到现在呢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它能够任运而生，不需要遇到某些因缘呢，它才会产生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具生我执。那像于片剂值的话呢，片剂我执的话呢，就是它有的时候呢会升起，它遇到某些因缘的时候呢，它会升起；那有的时候呢，它又不会升起的缘故呢，所以叫做片剂值。所以这是具生以及片剂两者的差别。那所以在这边所讲到的呢，我们执持一切诸法呢，就是非名言安利而存在的这种方式呢，它呢就是执持，像是我们执持实有，或者说执持胜义有呢，执持真有、自性有这些呢，就是我们总的这种对于这些自性有、实有的这些执持的方式呢，是与生俱来的，是能够任运而生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具生值。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